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站立，开口来赞美我们的主。宣告主荣耀降临，我们再一次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全能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再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弟兄姐妹，我们要来颂赞这位主。为什么他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赞美？我们要用一段的经文一起来宣告说：以斯拉说，愿上主我们祖先的上帝受赞美，他使皇帝自愿以这方式让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得尊荣。我们看到这位上主是激动王的心，他自认有很有权柄的王，也能够让这位上帝来激动他的心，开他的国库，能够为圣殿的府库来效力，也要为你们来效力。弟兄姐妹，这位神是怎样神？是掌管万有的嘛？这位神是怎样神？是激动人心的。这位神是使应许能够成就，使无变有，太丰富了。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颂赞这位激动人心、能够掌管万有的神。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掌管万有的，你是赐下所有的资源的。哈利路亚！主，你是使皇帝能够为主你的圣殿来效力的。感谢赞美主，因为你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你是使被掳能够得着自由，得着释放。主啊，你赐下你的圣灵，让人能够在被掳当中，能够完全的因主你的恩典来得着自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同心合意来颂赞你的全能。主，我们同心合意来赞美你的伟大，因为你激动王的心，使他所有的权柄能够为神你的国度来效力。主，我们也看到一切的资源都是你所赏赐，一切的权柄都是你所给予的。主啊，我们要宣告
当我们敬畏你的时候，一切的权柄、一切的资源就为你的子民来效力。主啊，我们要宣告，主你会打开天上的府库，请福与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主你必赐福。主，我们颂赞你的全能，我们颂赞你的伟大，我们颂赞你的慈爱，我们颂赞你的赦免。我们颂赞的就是那掌管万有、赐下一切的资源，能够疼爱、能够连续你的子民，即使是在犯罪当中，你依然能够让我们得着释放，归回在你的圣宝座面前，一起来朝拜你，一起来献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荣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哈利路亚！我们将最大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是的，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啊，我们到你的面前，向你来献上敬拜，向你来献上祷告的时候，愿主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意无意的过犯，我们得罪你、得罪人的。主啊，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着更新，得着悔改，重新的成为合神你心意的人。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保守看顾我们。当我们向你开口来敬拜的时候，主啊，你的话语就领到我们。阿们。主，你已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你已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赦免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主，你的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
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主，谢谢你赐下恩典，赐下怜悯。主啊，你使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机会重新开始，我们要为你而活，甚至我们说我们要为你而征战，但是主，真实的情况是你为我们征战，我们还自以为是，我们还自私自利。主啊，我们真的是真实到你面前，坦然无惧，这是我们要献上最大的恩典。我们要用你的话语再次使我们对焦于你，透过以斯拉这个主你拣选的子民，主，我们也是你拣选的儿女，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是你的恩典，是你为我们征战，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才得以来祷告，得以来赞美，得以来感恩。我们好不好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它是又真又活，是我们生命中的引导。我们一起来说，上帝的恩典使我赢得皇帝，他的参谋们以及他一切有权势的官员们的赞助。上主，我的上帝赐给我勇气，使我能招聚很多以色列宗族的领袖跟我一道回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是以斯拉，或者是他第一次之前就回来的所罗巴伯，甚至我们将来要读的尼希米，都是一个职场为主发光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人今天在线上或现场，你正是从办公室赶来？是啊，我们在这世上身不由己，是吧？我们常常这样说啊，所以我没办法到现场，我没有办法参加祷告会，我没有办法服侍，我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那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很多很多神的恩典啊，太可惜了。好不好？今天我们再次用感恩的心。今天我们在职场有一个职分，不是我们努力哦，是神拣选把我们放在那个位置上，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赢得这个位置，使我们赢得我们长官的赏识，使我们赢得他手上所有一切的赞助，不是吗？使我们赢得我们长官听见我们的话，看见我们的见证，是神给我们勇气。神呼召我们，也给我们勇气，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感恩，为你我现在站立在这里开始，以致到你的职场，以致到你在教会的福分，以致你在家庭的福分，以致你在这个社区，你的整个生涯里面，将来神要给你的福分是什么？我们都可以献上感恩，用感恩的心，我们整个人就会亮起来哦。不相信你就现在大口来赞美，来献上感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吧，开口来感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你就是这位为我们征战，因为你拯救我们，你真实的来救赎我们。主啊，我们原是那不配的，主啊，我们原是在那个罪恶的深渊，我们原是在那个很 low 的地方。主啊，主啊，是因为你救把我们，主啊，你使我们在一个位置上，主啊，是你让我们每一次都有重新的机会，主啊，每一个礼拜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个时代都是新的，因为你是更新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主啊，我们在这个职分上，主啊，不是枉然，主啊，我们在这个位分上，主啊，你就是要呼召我们，主啊，在我们的责任上面，主，谢谢你。谢谢你再次来提醒我们，主啊，你用你的恩膏，主啊，膏抹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使我们真的是知道，
我们的人生有了你主，真的我们就有了一切。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主啊，你就是我们一家之主。主啊，你就是我们职场的主。主啊，我们就是在教会服侍的主。主，谢谢你，我们是什么人，你竟然使我们能够管理这一切，我们能够赢得一个位置，一个职分，我们可以赢得在这世上的所有你所赏赐的资源。主啊，在我们身上不是让我们享受，主，我们绝对不是享受这些物质，我们要享受的是在主你属天属灵里面的那个喜乐，那个大喜乐，那个我们得着人见证主你名的喜乐。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恩典的主，你是让我们福杯满溢的主。主，谢谢你今天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带来能力。主啊，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靠得住。主啊，你的话语就是使我们在不管什么情况之下，主，我们就是有勇气走下去，走到那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我们知道你带领就对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一生的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主，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是的，主啊，愿主你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是能够越来越像你。主啊，我们也知道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们就是有我们的软弱，我们就是有我们的缺乏。主啊，我们也知道唯有依靠你，我们才能够刚强壮胆，我们才能够毫无畏惧，我们才能够得着真正的更新。当我们向你来开口敬拜的时候，主啊，愿主你更多的领导我们，充满我们。若非你流出宝血赎回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又完全的爱接纳我。虽然我曾用失心远离过，但你心使人紧紧抓住我，学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活，只快要你一切为我所做，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印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虽然我曾有失心远离过，但你心使人紧紧抓住我，学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活，只快要你一切为我所做，唯独依靠你，唯
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因你的宝血，恩典的宝血，守护一切，再次立约。因你的宝血，牺牲的宝血，坦然无惧到你面前。因你的宝血，恩典的宝血，守护一切，再次立约。因你的宝血，牺牲的宝血，坦然无惧到你面前。无瑕疵的爱来到破碎的我面前，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印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印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印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主，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就像这首歌词所说的，无价的宝血敬畏我们，做那不等价的替换。我们真的要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认罪悔改的机会。在以斯拉记10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以斯拉伏在圣殿前面祷告，哭泣承认这些罪的时候，有一大群以色列人，包括男女和小孩，聚集围绕着他，悲伤痛哭。大家还知道，透过迦南之声，透过圣经共读，我们知道他们哭的原因吗？因为在当时以色列人做了一些事，他们要用那个成为他们的安全感，好像有了这些条件，好像有这些资源，好像有这些配备，我们就能够安全，我们就能够稳固。可是圣灵却光照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唯独依靠你，所以我们要寻求赦免。感谢主，让我们有寻求赦免的机会。这个礼拜我们看见新闻，好多年轻的生命，或许他们已经在世上没机会了。我们要恳求主，让我们有机会来寻求他的赦免。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恳求主赦免我们那一切不属神的，那一切自己以为是安全，却是得罪神，那一切自以为是自由，却是放纵。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求赦免的祷告，我们再一次转向神，我们再一次来唯独倚靠神。我们开口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更知道我们十架的救恩，此时此刻在你面前做的是怎样的。除去我们的罪孽。因为神的羔羊你来就是要除罪，神的羔羊你来就是要拯救。
神的羔羊也就是要来为我们来牺牲、代替、奉献，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圣的宝座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的认罪悔改，你是信实是公义的，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这是你的应许，你的慈爱，你的怜悯，好叫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好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得赦免的机会。谢谢耶稣，因着你的宝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好像那个以斯拉时代的以色列民，主，我们可能对自己的罪无知，我们可能在罪中我们却自觉满足，我们可能在有意无意当中，我们就是那个得罪神得罪人的人。主，但我们更感谢主，你让我们有悔改转向你的机会。就在今天这个晚上，我们再一次为我们心里的不安全，我们再一次为我们心里的骄傲自卑，我们再一次为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所掌握的能够成为供应我们的。主啊，唯独你是我们的依靠。主，我们要求主你赦免我们，唯独你是我们的供应。主，也唯独你是公义，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所行的事上，主啊，我们在祷告中再次转向你。没有人能比你公义，没有人能比你丰盛，没有什么事物是不会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主，你却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换我们的生命，这不等价的兑换，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真的是被主你所宝贝。主，我们不再寻求我们自以为的安全感，我们不再寻求我们自己以为的满足。主啊，恳求主你将那属灵的渴慕、属灵的饥渴、属灵的需要放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要渴慕主你的同在，渴慕主你在这个世代放下你的心意，渴慕在每一次的祷告会当中，主，我们就被主兴起，成为那守望代祷的人，成为那宣告主你恩典的人，成为那带头就要来认罪悔改的人。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在今天的晚上也触摸许多人的生命，你安慰我们，医治我们。主，你更是兴起我们，守望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为国家恳求保护连续来祷告。首先我们来用圣经的话来一起读。首先我劝你要为所有的人向上帝祈求、祷告、代求、感恩，也要为君王和所有在位的人祷告，使我们能过着安宁、和平、端正、前进的生活。好，我们要求主赐下智慧给总统和执政团队，在各样的局势中，面对疫情升温、边境开放、中共以武力及经济犯台的危机，能够做正确的判断，辨别是非，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在疫情危机下，我们的外交、内政、国防、经济、防疫、医疗的应变，还有求主借着11月26年底的地方公职大选来秉公义掌权。我们要特别为嘉义的市长候选人祷告，因为在今天有72岁的黄少聪，他过世，所以嘉义市的选举依据选罢法的30条，嘉义市的选举会暂停，另外再择期。我们要特别的来为他们来祷告。那我们也为台湾晶片产业优势不受冲击哈，不管是受到美国晶片法案的影响，或是因为经济各方面的复苏导致库存
这些的影响，我们要特别为台湾的晶片来祷告，求上主的平安代替人民心中的恐惧。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好嘞，主，我们为了我们的国家，求你来保守你的灵气，因为我们同心的为我们国家、为我们总统执政团队来守望祷告，我们才能够平安度日。特别是在整个经济危机、外交危机，在中共武力的威胁，主啊，我们也看到整个防疫的过程当中，都会冲击到我们的经济，冲击到人民的安全。主啊，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特别是让我们的执政团队有智慧来护卫着这块土地这地的百姓，所以我们也奉你们来祝福，特别是在面对我们的晶片的产业，说不受这些美国或者是中共或者其他国家这样的一个用法案来冲击来捆锁，说你释放我们。特别是让我们有平安，你所赐的是平安的意念。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父上帝，我们赞美你的大能。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宣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为地上的国家来祷告。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求你赐给我们的首长有敬畏的心，有仁爱、刚强、谨守的心，赐给他们智慧，治理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可以敬虔度日。我们奉主的名宣告，你为我们征战。当四围的列国攻击我们，当疫情一波又一波的侵扰我们，当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借着各样外交、内政、国防、经济的空隙，使我们惶惶不安。你已在十字架上废掉代代的冤仇，废掉死亡瘟疫的毒钩。你应许我们要将勇气、信心、智慧、谋划、策略、恩赐、恩膏、大能充满这地，充满我们。我们也特别的为我们台湾晶片产业的优势不受冲击来祷告。不管是美国的晶片法案对中国还有三星还有台积电造成的影响，或是我们的主政者希望能够有台版的晶片法案来，不管是在补助、租税、宣传、人才培训方面做因应，你都赏赐给他们智慧，也赏赐给我们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台积电，我们台湾的护国神山是全能的主上帝，我们唯独依靠你，你必保抱，你必怀揣，你必赏赐我们平安，代替恐惧。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为整个世界的局势、为国际的守望来祷告。我们来一起攻读上面的经文。上帝坐在神圣的宝座上，他作王统治万国，列国的领袖集合，跟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子民在一处。所有战士的盾牌都属上帝，唯有他在万有之上。我们要为国际守望来祷告，有几项，一共5项。第一个，为乌俄的战争的平息，普丁停止动用核武的威胁，盼望促成和平。第二项，为台海的还有南海、黄海区域的安全。第三，最近韩国北韩射了100多枚飞弹，各位有知道哈，甚至很靠近南韩啊。韩国总统也提出抗议啊。那我们要特别为韩国梨泰院29户发生的群聚的一个那天万圣节哈，这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日子。那特别在那天有156个人在那当中死亡，还有100多人受伤，有3000多人失踪。我们为这事情来祷告。那为北韩试射的威胁来祷告。最后我们要为地球暖化、整个温室效应引发的灾难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求你天父，我们怜感谢悯这块土地这地的百姓。主啊，求你来保守。全球都是你所创造。从今年的2月到现在，已经打了8个多月。被逆主，我们看见人民的死伤，我们看见整个建筑的
离开主你的恩典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宣示，特别是国与国、民与民彼此来争斗，彼此来攻打，求你来怜悯赦免这个世界，因着自己的利益，因着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权势彼此对立，彼此来仇恨。主啊，求你赦免，求你来除掉一切黑暗权势的掌权者。主啊，我们特别是在为我们台海这些台湾海峡的区域这样的一个平安。主啊，唯有你在这上面掌权，你的盾牌在这之上。主啊，你掌权万国的权柄都是归于你。主啊，我们特别是为韩国他们这些为了万圣节不讨神喜悦，我们就看到罪就进入了人当中，死亡就掌权。主啊，求你来怜悯赦免。主啊，特别是北韩求你来斥责这一些的独裁的心态离开。主啊，让更多人来面对这个问题，能够提出解决的方案。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你在人的国中掌权。主，我们也谢谢你，因为天地都是你所创造的。主啊，人也是你创造的，人的心思意念，主啊，如同龙沟的水，都在耶和华的手中，包括君王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将普丁交在你的手中，将伦泽世界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他们心里有智慧，能够明白如何寻求人民最大的福祉。主啊，让这个战争尽快的去除，尽快的和平的降临。主，我们也要为台海、南海、黄海的区域的威胁来仰望你。主啊，你是赐平安的主，让人心在你里面有平安。主啊，我们求你来掌权，在习近平的心里，也在各国，特别是亚洲地区国家的这些元首的心里面。主啊，让他们也能够明白，人民的福祉才是最重要的，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主啊，求你来保守，也来看顾。主，我们也特别为韩国梨泰院29日发生的这样一个万圣节的死伤，主啊，求你怜悯。主，我们求你发怒的时候，真是以怜悯为念。主啊，许多都还不认识你们的人，主啊，你透过这个事情，让我们真是看见，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主啊，当人们在庆祝这些偶像的节日的时候，或者不合神你喜悦的节日的时候，主啊，许多的灾难就会不断的发生。主啊，让我们看见属灵里面的一些奥秘。主啊，特别也怜悯这些世上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父母。主啊，使他们在这里面也能够透过神的爱得着安慰。主，我们也看见许多人在这当中，主啊，他们也很有爱心的，主啊，拼他们的全力，主啊，愿意来救助这些人。但主，我们真是求你怜悯，特别在台湾也是一样。主啊，让台湾也许多人能够归向你。主啊，不再去过这样的一个节日。耶稣，我们也求你来恩待，特别是北韩最近试射飞弹，造成南北韩之间的情势的紧张，也造成台湾甚至日本种种的问题，种种的恐慌。主，我们求你真是让金正恩，主要让这样一个领导人，让他真是有寻求神的机会。主，求你开他的心眼，主让他看见，主他所领导的北韩，主也应该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家。主，求你帮助他，使他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你。主，我们最后我们特别要为整个地球的暖化来仰望你的名。主，我们看见这个地球是你所创造的，但是我们人类经过这么久长期的不断的破坏，或者工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主，我们真是求你怜悯。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些有心的人，有智慧，不管是各国的元首，或者关心这个整个地球暖化的这些学者，甚至我们人民都要一起来共同的面对地球暖化的问题。主啊，求你让我们有智慧的心，这样一个你所赏赐的环境，恢复你所创造的美丽。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要继续为这些医护防疫人员我们要来祷告，特别是他们在面对一些变种的病毒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来因应，有健康的身体来因应。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一起来。我要向耶和华说，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上帝，你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者的网罗和毁灭人的瘟疫。弟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看不见的、看得见的哈，特别是看不见的才可怕哈。那我们看见连这些的瘟疫细菌都是在神的掌权，所以我们特别要在这样的一个事上，为这些防疫人员，他们站在第一线医疗，因为有这些的染疫的人，他们已经到，然后他们怎么样去做这些的服事哦。虽然我们看到面对疫情，大家的心情比较不会像过去那么紧张，但是我们看到每一天还是带来很多这些的死亡哦。那恳求神生来怜悯，为了边境开放，我们现在开放，然后最近又公布5+N 呐，5+N。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开放是不会带来更多的这些的病毒变种病毒所带来的一些的影响，特别是在医疗照护疲乏软弱的过程当中，求上帝赐给这些的医疗人员重新得力，特别在是整个环境的这样的一个防护，还有更多的资源可以供应，释放他们，特别是在内在的压力这些的恐惧，求神赐给他的是平安的意念。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因为我们本身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有在医疗这些医生或者是这些护理人员我们特别为他们守望来祷告，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怜悯来祝福，特别是在整个边境开放，我们看到病毒不断的在改变求你来伸赐福，特别是为了我们这一些的防疫人员，这一些的护理人员，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有许许多多这些的医生、护理人员，我恳求主伸的手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成为他们的盾牌、保护伞主啊，奉怜悯来祝福让他们在整个面对这样的疫情的挑战当中，主啊，释放他们内在的压力，让他们有从你来的平安，主啊特别是在他们所处的环境当中，你斥责这一些的病毒离开，主啊，奉你名赐给他们有足够的资源，有好的休息，有健康的体力，有好的免疫力，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特别来提名这些的弟兄姐妹求你护卫着他们。特别我们也在我们弟兄姐妹在面临这一些的疫病的时候，求帮助他们很快的能够经历神你所赐的健康。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他们在这些护理人员、医疗人员，他们在第一线的时候主啊释放他们内在的恐惧、不安。主啊，你所给人的是平安的意念。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这个整个边境在开放的过程当中，神，我们看见这个病毒不断的在变种。主啊，唯有你能捆绑除去一切这些病毒。主啊，让这些医疗资源能够够用，医疗资源能够胜过目前我们所面临不断变化的这些的病毒。特别是在这些医疗人员他们面对的这些的资源人力的短缺可能他们要轮班他们要有很长的工时他们没有办法就有适当的休息，求你就帮助他们，让他们有健康的身体的防疫力，能够来对付这一些的疫病。愿你来施恩赐福，我们特别是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这些护理人员交在你的手中。你是他们的避难所，你是他们盾牌，你是他们的健壮能够经历神你丰富的健壮身心灵的来源的资源。我们恳求神你自己来护卫着他们，也让他们的家人不至于有过度的担心害怕。愿你来施恩赐福、保护看顾。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为生活经济受冲击的人民跟商家来祷告哈。我们先看一段经文，来，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念：上主降福，使人富足；单靠劳碌不能致富。愚妄人以作恶为儿戏，明达人以智慧为喜乐。那疫情蔓延到现在已经将近3年，虽然逐渐看见天光，那弟兄姐妹的心情也从惊惶失措、步步为营，
到习以为常，现在可以跟病毒和平共处。然后也感谢主，让我们在这样子的疫情升温的这个环境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为这个疫情跟世界经济诡谲变化之下，能够领受从神来的眼光、智慧，还有平安、信心跟勇气，来面对困境祷告。然后要依靠主有能力来重整一切，恢复失去的工作、财务、人际关系、物资跟盼望，一起祷告。然后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开口同声为这个生活经济受冲击的人民跟商家来祷告，请大家一起开口。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特别是为着这一些的疫病所带来的经济还有财务关系、物质等等的这些的冲击。主啊，奉你名来捆绑一切这些拦阻我们有正常的生活。奉主的名来除去一切这些困境，赐下你的平安、信心和勇气，让所有的商家在这样的一个营运恢复生机，恢复盼望，恢复他们的财务。神，你施恩施福，掌管他们的手，让他们手所做的能够在这样的困境当中有一条路，能够走在神你所赐给的恩典的道路。主啊，我们盼望你的掌权，你的全能就在这边彰显你的慈爱，彰显你的公义，彰显你的同在，彰显你在整个经济上面来掌权。谢谢主，不叫这些蝗虫来吞吃，来影响。谢谢主，我们将特别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在开店的让他们不受这个疫病所带来的冲击跟影响。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就将弟兄姐妹交在你的圣手，你供应他们足够有余。哈利路亚，赞美。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从这个疫情当中，你让我们虽然面对疫情升温、边境开放，还有对岸不放弃武力跟经济的危机当中，你让我们感受你的爱仍然围绕着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也用爱来回报。借着你的话语和应许，我们知道即使世上有苦难和挫折，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仍然有平安。求主你挪去我们为生活和经济冲击所受到的人民跟商家所带来的惊恐与害怕，因为担忧而引发的生活压力，用你的慈爱来充满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能够勇敢面对自己的状况和窘境。求主你也赐下智慧，帮助我们能够领受从你来的眼光和创造力，在这个疫情时代能够抓住职场上的商机。那也求圣灵来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有勤劳顺服的工作态度，因为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这是你所应许我们的。那即使弟兄姐妹遇到挫折，可能一时的失业，圣灵也帮助我们不灰心不上胆，仍然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谢谢主。我们也要求主耶稣，你使弟兄姐妹能够依靠你所赐的力量，能够平稳安静、刚强壮胆。感谢天父，你继续的赐福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跟商家，能够有丰富足够的资源，帮助我们恢复失去的工作、财务、人际关系、物资和盼望。因为这块土地上有许多爱你的百姓，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走在你的恩典道路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和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读上帝的话语。你们当中有遭遇痛苦的吗？他应该祷告。有喜乐的吗？他应该歌颂。有害病的吗？
他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替他祷告，奉主的名替他抹油。我们来为我们的肢体祷告。有肢体正在病痛当中的，有确诊的，有家人家族确诊，有确诊后仍然没有恢复的，也为家人关系、家族来祷告。特别有一些失去亲人的，我们也要为他们来祈求，求圣灵亲自的安慰他们。在我们的肢体当中，我们要特别的为蔡维芳弟兄祷告，因为中风目前正在加护病房，也为陈静香姐妹来祷告，因颈椎骨刺，明天就要在长庚医院开刀。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为我们的肢体来献上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为了我们自己来祷告，因为我们的肢体受苦，我们同受苦难。主啊，我们特别是恳求你伸赐福维芳兄他脑中出血正在交病房有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观察还有治疗。奉你名求你来除去这些破裂的破口。主啊，你自己来堵住、清除这一些的血块，不至于影响到他的语言，影响到他的手脚。主啊，求你护卫着他，护卫着他。主啊，差遣你的使者，特别是在加护病房来守望、来护卫不至于让这个病情扩大，也能够很快的除掉这些的血块这些的破口。主啊，你来堵住。特别为静香姐来祷告，求你医治她，透过明天的手术，让那个间隙能够恢复，愿你来赐福。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赏赐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为我们的肢体来守望，来代求。主啊，我们要把我们当中失去亲人的家庭来特别向你求恩典，求圣灵亲自的安慰，求圣灵亲自与他们同在，擦干他们的眼泪。主，深信圣灵的安慰与这些家庭同在，他们必能够更清楚的知道主你爱他们。主，我们当中有许多的肢体家人正在受新冠病毒的感染，有在痛苦中的，有复原，正在复原中的。主啊，疫苗不是我们的保护，清冠1号也不是我们的唯一，唯有主你才是我们最大的保护。主的恩典与我们每一个在受疫情影响的家人家庭同在。我们也有许多的肢体正在面临到疾病的侵袭，有重病的、癌症的，有身体衰老的，特别是我们所亲爱的蔡维芳弟兄、陈静香姐妹，他们现在正在面临在加护病房，在明天要开刀。主啊，在这样子的痛苦当中，主，我们深信你与他们同在。虽然他们现在在病痛的侵袭之下，主，但他们也在你的恩典之中。主，你虽然他们面临疾病的捆绑，主，但你在他们的生命中掌权。主，蔡弟兄和静香姐妹是你的宝贝，是你用生命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宝贝。主，你爱他们，你不只在他们的生命中掌权，你也在医护团队、在医生、主治医生所有的医护人员当中，你也在这里面掌权，用最好的方式，按着你的心意来使他们得医治。主，我们深信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病痛当中，却也是在经历恩典，每一天每一天经历你的同在。求主
愿耶和华拉法的主在他们的身上彰显医治的大能，以至于静香姐妹、潍坊弟兄的家人、亲友，甚至加护病房当中的其他所有人都看见仰望主的必不至于羞愧。主再一次把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交在恩主的手中，愿主在他们的生命中掌权，透过病痛当中经历主的同在。谢谢主垂听我们齐心的呼求，祷告奉靠我主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继续，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教会有了新堂，庆祝57年，然后呢，就像我们最近所读的，圣殿重盖完之后，接下来当然就是在宗教、在信仰上要回归。当我们回到这个圣殿，我们就是一群被神呼召、听见神话语的人。听见神的话，不是神话，是神的话。神的话像什么呢？今天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就会知道。来，我们来读以弗所书3章17到18节，请。我又祈求基督借着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在他的爱中有根有基，好使你们能够跟所有上帝的子民一同体会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有根有基是什么？什么是根？什么是我们的基呢？我最敬爱的林宏信老师说，就是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如果神有给我们57周年，有57年，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如果宣教是我们的第一，那么我们没有合一，怎么能够宣教？我们所宣教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信靠这位唯一独一的神，我们所做的也是归于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根有基，就是我们用神的话怎么样子来开阔，怎么样开拓，怎么样使福音能够广传。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巧妙，他说如果有未得之地，他给我们的一辆好的跑车特斯拉，但是在山路上没有路，没有道路，这台车一点用都没有，需要道路。什么是道路呢？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每天要读迦南之声，神的话开阔了一条道路，平坦的道路，因着神的话我们也愿意信靠，愿意照这样去行。那么那一台车呢，是神的灵，十足的马力，特斯拉比特斯拉还厉害的，有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有那个火力，我们就走神的要给我们开阔的这个大道。下一个礼拜3同样这个时间，欧牧师31教会欧牧师一直带领我们的欧牧师3年多以来，一直因为疫情没办法在我们当中，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把时间留下来，下个礼拜3祷告会的时候你就要来。我们这一台车，我们的需要圣灵来磨亮我们这一台车，我们这一台车是比特斯拉还要特斯拉还特别的。我们每天读神的话，我们需要神的火点燃我们，使我们在灵命上更新，从心合一，从祷告开始，建立上帝的这个基督的身体。新会堂我们已经可以顺利取得执照，我们为此献上感谢。然后未来呢？未来的宣教事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不要只有看见问题，我们也不要只有看见答案，我们要看见在问题中、答案中，我的责任是什么？我要做什么？我们要一起起来。求神来帮助我们在社区牧区一起赢得灵魂，为11月受洗的弟兄姐妹能够领受，我们献上感谢，也一步一步带领他们走成圣的路。为新选出来长子协会的理监事志工、核心同工们11月12的这样的退休会，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又预备我们的心，一起被神来用，好不好？我们开口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这里就是一群，主啊，你来呼召，使我们听见
主啊，我们听见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听见，然后我们一起起来，我们去行。主啊，我们行的时候，我们需要你圣灵的大火。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火力。主啊，你使我们这一台车，主啊，真的是像火车一样。主啊，使我们走在主你的道路上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是各奔东西，主乃是主我们能够合一。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在我们宣教的旅程，主啊，在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主啊，我们让人因信能够称义，主啊，让人可以成为主你的儿女，然后我们也能够建立这些你的儿女的生命，主啊，使我们的生命，主啊，对准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在迦南教会过去所做的，将来你要持续在做，主啊，你要使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成为这个社区的一盏灯，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要向你来恳求你，主啊，我们要来向你来表明，主啊，我们所努力的一切，主啊，我们就是要来帮助那个需要福音的人，主啊，我们要记住主你的话语，主啊，你自己说，主啊，你施比受更为有福，主，我们就从双福来做起，谢谢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意向，谢谢你也带领我们拣选迦南教会核心的同工，你也装备我们，主，你每天用你的话语迦南之声，或者是主，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被你的话来吸引，主啊，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串通我，把我们的整个人，主啊，我们串联起来，主啊，我们就被你活起来了，主啊，我们这个生命就复活起来，主啊，我们每一个人主都能够为主你来活，因为主，我们的生命是你所救赎的，主啊，你为我们死，我们哪有不为你活的？主，我们谢谢你，愿我们一群被你呼召来听见你话语的人，就我们就一起起来，我们能够合一，就合一走神你合神心意的道路，让你的教会得着荣耀，让人认识这位神，这位爱台湾人爱和平的主，主，你是这位全能全知，主啊，你是全在的主，我们不孤单，是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你是我们迦南教会的头，主，我们互相为肢体，我们愿我们一生一世追随你到底，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继续来祷告，为弟兄姐妹、为基督徒被兴起成为守望者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在祷告中纪念你的时候，常为你感谢我的上帝，因听说你对众圣徒的爱心和你对主耶稣的信心，愿你与人分享信心的时候，能产生功效，让人知道我们所行的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当我们要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成为教会这个被差遣出去要见证主作为的群体，从每一个基督徒开始。所以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祷告，为我们的生命有主的话语成为根基来祷告，为我们的生命要迎接神荣耀的作为。很多的时候，就像这个礼拜天所分享的，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先做那拆毁的工作，拆毁那不属神的围墙，拆毁那不属神的意念，拆毁那不属神的习惯，拆毁那不属神的思想，不属神的作为。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祷告。透过祷告，我们要毁坏撒旦的诡计。透过祷告，神的话语要进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基督徒有祷告的权柄，我们要使用这样的权柄。也透过祷告，我们聚焦上帝的心意，让我们的生命被主来保守。我们是被主所保守的一群人，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不是只是在祷告这件事平安而已，
而是我在祷告这件事是在神的主权当中，我的生命在神的主权当中，我所祷告的在神的主权当中。如果我们相信弟兄姐妹，不论我们在现场在线上，我们要开口来祷告，我们要宣告神的作为，神的眼光，神的守望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开口来祷告。这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荣耀的主在我们当中掌权。也是我们邀请你做我们思想、情感、意志、灵、身体的主。我们让出主权，让你自己来掌权。主啊，求你圣师傅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有对你的热情，能够来敬畏你，让我们对你有这样的顺服，能够顺服主你的主权、主你的心意。在这世代，我们成为这世代的守望者，站在破口当中。求你兴起更多的这些信徒起来祷告，成为祷告的勇士。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见在这个世代当中有许多不属神的，有许多那罪恶的，有许多那死亡的。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举起我们祷告的手。主，我们恳求主，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有能力来守望，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热情，有这样的呼召来守望，帮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带着权柄，我们要为这个世代来祷告。主啊，你让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主你就突破，你就破坏一切撒旦的作为，你就突破一切限制的围墙，让我们的灵里在你的里面得着自由。因为主你是那真理带来自由的灵，主让我们的灵在主你的里面得着自由，让我们的灵在你的里面能够真实明白你话语的心意，不是那表面的心意，而是那里面那极深你对我们生命中的奥秘。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主你就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寻求的是这位让人有被同在感受的主，是让我们的生命有平安的主，是让我们在你面前宣告你作为的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举手祷告的时候，主恳求主你也让我们的心里想起，原来我们也是被祷告的，我们也是被守望的，我们也是被别人所纪念在祷告当中的。主，谢谢你，你透过祷告会是要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真的在此时此刻是有人正在为我们祷告的。主，谢谢你，你要让我们就像那一根一根的火柴，我们即使点火都会烧尽，但是若那源头是来自于你，即使我们会烧尽，这个火也永不熄灭，并且你让我们的生命在这祷告当中不断的成长，使我们的生命主要在你的里面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思意念就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谢谢你持续的引导我们，持续的带领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起来守望。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让我们真的是透过祷告，能够持续的从他支取力量。让我们再一次的站立，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赎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
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我的祷告，无论做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做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再次来宣告说：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拍手将荣耀归我们主，哈利路亚！主啊，你是在困境当中赐给我们有赞美的能力的主。主啊，你是在我们疑惑当中仍然给我们引导，给我们有信心的主。主，谢谢你在我们的困境当中，你给我们足够的忍耐，足够的盼望，能够胜过这些的困境。主啊，谢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继续走在你恩典的道路上面。谢谢主，透过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让我们因着同心合意，看见神你奇妙的作为，看见你应许的成就，看见神迹奇事就要在我们当中来充满。谢谢耶稣，让我们不断的经历到神你的作为，让我们用信心紧紧的跟随，直到遇见你，直到领受你的恩典。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啊！愿主的同在平安与你同在，我们彼此来祝福，请坐。